好，來繼續來看高雄櫻花季音樂節，下晡日的夢時代廣場來起鼓，邀請到台灣、日本、韓國的歌手來表演。有濟歌迷為了要近距離欣賞到歌手的風采，總是透暝，閣透到16度的低溫，炸到天道甲困地啊，佇個現場排隊候位。日頭赤焱焱，民眾夾雨傘坐佇塗骹，閣有人搭布棚。原來前一暝，因都已經困在街路頂，就是為着要看明星。好像昨天晚上5點就有人開始來，我8點有來一次，但是那時候因為都還在整理，所以就是我2、3點又來一次。昨天晚上，你們還帶什麼東西來排？睡袋。指控26高雄櫻花季音樂節，就佇今仔日頂場，總都有買將提早到高雄夢時代頭前佔位，是講受到冷氣團的影響，上低溫敢若16度爾。嚴格買獎攏無受影響，有人出租啊，用伊啊佔位，有人就會當先離開。各位的朋友有離開位置上，請他10秒前務必要回到自己的位置哦，謝謝。有民眾講，要透暝排隊實在真歹排，希望主辦單位加強安排。我會希望做一個妥善的安排，例如像說是有一個區域可以排隊，然後是規劃好的，能夠有遮蔽物的，也不用這樣曬太陽。也不會有半夜露宿街頭的問題。櫻花季的活動連續辦3天，邀請到台灣、日本和韓國等量級的歌手，對這次唱到暗時，鬧熱滾滾，要讓民眾滿滿幸福。Hello， 我是張新文，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